大家好，好耐冇用呢把聲線同大家見面啦，歡迎翻到嚟我哋嘅系列。我哋今日咧會介紹一個隱藏嘅寮屋車仔麵。位於九龍13鄉嘅黃大仙竹園聯合村喺近日完成清拆，好多網民都感到不捨。特別係位於小巴站隔離咧，有兩間寮屋食肆，分別係牛雜檔林記啦，同埋廣興車仔麵咧，亦都被拆卸，成為咗市民大眾嘅集體回憶。同黃大仙竹園一樣，牛池灣同屬九龍13鄉，而喺牛池灣當中咧，亦有間鐵皮車仔麵檔許記車仔麵。許記最初咧，其實喺竹園嘅南邊開業嘅，但係早於90年代咧，政府就陸續開始清拆竹園，計劃咧將用地重建成公共屋邨，而檔口咧就搬去牛池灣新龍城茶樓隔離營業。許記咧而家仲係堅持用石油氣烹煮嘅，據說咧用石油氣烹煮咧就會令到個鑊氣更加強勁啦，亦都令車仔麵嘅味道層次更加鮮明。至於食車仔麵嘅靈魂就當然係嗰樣餸啦。許記馳名於炆煮同埋滷水嘅配料，包括有牛腩啊、豬大腸等等。而今次咧，我哋就食咗豬大腸同埋雞尖，滷得非常之入味啊！最重要嘅係咧，佢兩餸只係需要26蚊，係非常之便宜嘅價錢啦。咁除咗個麵底同埋個餸之外咧，仲有一樣靈魂，我哋都希望推薦俾大家喎，就係咧喺台面上面咧，其實有老闆秘製咖喱醬汁同埋炸蒜，建議大家可以試一試。相隔30年後，牛池灣寮屋咧亦都面臨重建，許記咧都冇辦法逃過被清拆嘅宿命。老闆咧就話會留守營業去到最後一刻，有興趣體驗寮屋車仔麵嘅你咧，不容錯過。